咁我解答一下一個網友嘅留言啦。咁呢個網友咧，佢就話去到香港鐘錶展咧，就睇到呢個實物，並且玩咗一下。咁佢咧就會覺得條蛇運動嘅時候咧，聲音有啲大。咁啊，我喺度特意咁樣講解一下咧，我自己嘅感受咧，就係呢個問題其實我問過品牌嘅。咁品牌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聲音咧係故意保留嘅。咁我就當時都問過佢，佢係咁樣回答喎。佢就話呢隻錶佢係一個動偶嘅機械錶，追求嘅咧其實就係原始嘅機械樂趣啦，即係零件與零件、齒輪與齒輪之間嘅一個運動。咁所以佢係專登保留咗佢哋運動時候嘅嗰個聲音嘅。咁如果我哋試想一下，如果佢條蛇走運轉嘅時候冇聲音嘅話，咁佢就話咁其實就好似一隻電子錶咁樣，就冇咗玩機械錶嗰種樂趣啦。咁聽完之後，我亦都諗咗一下，其實個道理又少少似我哋嘅車啦，大家玩嘅哈雷又好啦，玩嘅呢個跑車啦，林寶啊或者係法拉利等等。咁我哋又諗一諗，其實玩嘅時候咪就係享受加油一下佢嗰個聲量咩？咁如果佢哋係變咗冇聲嘅，咁我又問，如果佢中意機械原始狀態嘅朋友，又會唔會買呢？係咪？咁大家思考下，因為每個人嘅睇法唔一樣。咁當然，我理解呢個朋友嘅，因為如果你喺開會啊、工作嘅時候，佢咁嘈嘅話，肯定影響你嘅。咁所以佢係設計咗一個開關喺度嘅，係咪？佢係你想佢喐嘅時候，佢先喐嘅。咁就變咗喺唔適合嘅場合，你咪撳停佢咯。佢想玩嘅時候，咁咪上下鏈，係咪？跟住玩下，當一個玩具解壓一下咯，係咪？OK。